立法會正係細則性審議動物保護法，有團體舉辦關注動物愛心行，希望法律今年可以通過。主辦單位話活動有大概800人參加，警方就話有380人。遊行隊伍喺塔石廣場出發，途經水坑尾、南環一帶，去到立法會表達訴求。當中有唔少人拖住自己嘅寵物參與活動。有參加者話近年經常聽到有動物被虐待，希望動物保護法盡快立法，令到動物得到保障。聽就聽得多，近年比較多，所以都希望佢快啲立到法，唔好拖咁耐。我想佢哋早啲立法啫，但係講咗咁耐，嗰個法例都未出到。因為我係一個動物嘅自主，我覺得我係有必要咁參加，為我嘅寵物爭取呢個權益。舉辦活動嘅保護遺棄動物協會話，連埋今次由2008年至今已經舉辦咗7次關注動物嘅遊行，不過期間收到嘅虐畜個案並冇減少。其實係唔會減少㗎嚇，因為其實由我哋一路以嚟，每一年我哋都會收到呢啲個案，譬如好似我哋琴日俾市民俾咗啲資料我哋啦，我哋去救一隻貓嘅時候，你會發現佢係已經係好虛弱啦。主辦單位話今年之內可能會舉辦多一次類似嘅活動，不過佢哋希望下一次嘅主題係慶祝保護動物法正式立法。治安警話今次參與遊行嘅人士係喺和平有序嘅情況之下表達訴求，整個活動秩序良好，過程順利。我們電視台記者陳宇龍報道。